慈悲特殊禧年詔書第24節，慈悲之母嘅甘頤目光喺聖年裏面憐視我哋，使我哋能重新發現天主嘅仁愛同喜樂。聖母瑪利亞比任何人更能深入體會降生嘅偉大奧蹟，佢整個生命就以親臨降生成人嘅慈悲為模範。聖母作為被釘死而又復活嘅主嘅母親，佢親密咁參與咗主基督愛嘅奧蹟，亦因此進入咗天主慈悲嘅聖所。瑪利亞被揀選為天主聖子之母，佢由開始就被天主嘅愛所準備，作為天主同人之間嘅結約之櫃。佢珍藏天主嘅慈悲喺佢心中，同聖子耶穌完全一致。瑪利亞喺依撒伯爾門檻前所唱嘅讚美詩，就係要歌頌天主世世代代綿延不絕嘅慈悲，而我哋已經被包括喺童貞瑪利亞嘅預言裏面。當我哋跨過聖年嘅門檻，去體驗天主慈悲嘅果實嘅時候，瑪利亞嘅話就成為給予我哋安慰同力量嘅泉源。喺十字架之下，瑪利亞同主所愛嘅門徒若望見證咗耶穌寬恕嘅說話，呢個係對釘死耶穌嘅人表示慈悲嘅崇高表達，為我哋指出天主慈悲嘅極致。瑪利亞見證咗天主子嘅慈悲係無分界限，惠澤每一個人，且無一例外。讓我哋以歷久常新嘅禱文，由聖母經嚟呼求瑪利亞，請佢以永不厭倦嘅目光回顧同憐視我哋，使我哋享見佢聖子耶穌慈悲嘅面容。我哋嘅祈禱亦延伸喺眾聖人同真福之內，佢哋曾經將天主嘅慈悲作為自己人生嘅使命。教宗方濟各特別想到偉大嘅慈悲宗徒聖傅天娜修女，自願被召進入天主慈悲深處嘅聖傅天娜修女，替我哋轉求，為我哋獲得恩寵，好能生活喺天主嘅慈悲，按天主嘅慈悲行事，並堅信天主嘅慈愛。生活反省，仁慈嘅聖母係我哋安慰同力量嘅泉源。你有冇喺塵世涕泣之谷內，常向萬福母后祈禱，以堪受基督嘅恩許呢？聖母瑪利亞昔日歌頌天主世世代代無窮盡嘅仁慈，原來已經將我哋納入呢個滿載慈悲嘅祝福之內。你會學效聖母，以心神同靈魂去稱頌上主嗎？